最近啊，咱们家老铁总是在后台私信说看一下这个泥石分离机。下面呢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1560型泥石分离机。首先啊，那咱们料仓是1.2米宽、4米长的一个鳞板给料机。然后这是咱们一个筛床，它是1.5米宽啊，6米长。整机呢由24根滚轴组成。下方呢，它这个下料口是3公分到5公分，间隙可调节啊。然后整机功率呢是75千瓦啊，配备这个400减速机，8轮移动。下方呢配备一个12米长的输送皮带啊。这整机的这个产量大概就是300至500吨左右。欢迎咱们家老铁啊来场实际这个试机考察。